反抗地心聊天钉。台湾已出地，聊天地用地，加参日来控制用地，不煞写诗大路用，反抗精神。反抗地心聊天钉。睁开眼啊你，后边跳啊你，亲像用马踏山，将军跳啊你，去到台北大走跳，找无头路啊，像港头，日本警察要到，添点功夫赛达啊，真逍遥。反抗地心聊天钉。第一趴生平。庆生拄弹出来天顶和红龟的水杯，甲无看影。地心亲像拢无束缚力，无法度束缚飞飞就天反抗的心肝影啊！这时，一本站门人袂到，啥先到天顶和红龟的水跳就红架桌顶趴身飞上下啊！人一冲入来，庆声起蹦，厝遐落落来，天顶甲红龟已经亮过厝尾顶，毋知飞去13天外倒位啊！地面对因，亲像拢无地心引力。1895，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，廖添丁12岁，伊就就北来到基隆、台北城做居里探食。无像伫故乡台中大肚上堡的秀水庄海墘，有做无通食，干那食苦。阿嬷甲讲食苦上补，无爸无母8岁就替人放牛食草，看牛仔干那食草仔食土，就大甲遐尔啊大箍。添丁仔无义务，拼命食苦，家己就抓，爱勇敢仔牛，爱比牛较粗，才有前途。伫孤单寂寞，离开故乡清水的树木，走找路路一个人的江湖。1905，添丁仔和丈夫入去邦桥地上讲价抢夺。日本警察围捕庆子爷爷杯，添丁仔敢若得高斗菜刀煞射着丈夫惨叫，添丁仔逃走，但是伊走无远，拢伫台北一带一再抢劫。1907到1909，伊犯案不断，嘛互日本仔杀入去人仔内关过。1909 3月初8出狱，到迄年11月9个多月的时间，添丁仔犯着10几个重大刑案。树林街地上王文忠金库抢案，大稻埕杜秀场警察厅宿舍，警察的配刀配剑，当底穿庆子火药抢夺。邦桥林本源大厝抢劫，8里分报5股坑庄，保证理解抢案，一直到1909年11月18日，伫8里分遇害。27岁长勇的性命，漂泊传奇的一生，就过身。过身的廖添丁，以反抗的精神遥活零零。
第二趴，爱情。爱情若是一只鱼，爱温柔困在鱼形情。爱情若是一只虎，爱温柔赖虎手。聊天顶的爱情，亲像困鱼甲活虎。1909，日本警察厅全面刑伤通报者斗通缉廖添丁。迄年11月18，添丁仔的爱人仔谢玉秀安排伊去美大8里分山坑。有一日，伊倒伫石头真凉冷，想起玉秀正多情。添丁倒伫山洞内，忽然困去，煞毋知。玉秀仔的小姐杨林替伊送饭包来，要互伊食。到位添丁拄在困，惊我甲伊叫假因困，拄着无命叫袂醒，地穿放伫身躯边。即时心肝就变硬，想着赏金一桶钱，又林用低头出来对头壳喊落猫落。添丁啊，就安尼过劳过倒，一命下落土。想起添丁啊，假做假担当，几日前才囥玉叶啊，归去移去报官厅，得赏1000银，若无就紧走，毋通互伊连累着。将1000银2对金手环送互玉叶啊，家己才留8块银，赶叶啊离开去别位。毋过叶啊毋敢讲出嘴，情投意合拆袂开。添丁甲情无相共，一下甜着恋爱梦，只求牺牲为别人。想起添丁啊，拄熟悉玉叶啊，两人对唱满地歌，爱怨斗满我知影，互伊明明即输赢。也免分地来相请，爱你念歌互阮听。落落长的彩地歌，伫台湾二冊新歌廖添丁第11集非常精彩，写出添丁和玉叶啊爱到较惨死的程度。其实上精彩的，毋是描写彩地，是绝大部分歌词拢书写卖35种海鱼仔的特色。毋知影1955年67岁作者梁湘林是毋是在暗示一代枭雄廖添丁得到爱情，拿鱼得水，也是在比喻人生嘛像鱼虾水族，好歹议论。溪中为王三界牛，半斤要背原始鸟，山山毋加比花奖。要论好鱼着买家，日人极爱活家乐。天地看看看，有爱上开活。最初成了你，下落营地，一款挂金不沾心爱，要有点咱的本领，也不作为，做牺牲。第3趴作品，初初来到台北城，地头青疏，无熟悉半个形影。加在拄着一个公车的草地亲情，张付伊的名。伊讲台北清在行，
带伊去北门馆住暝，规暝开讲真投机。毋过张阿虎了解添丁仔的运命，看出廖添丁的本领，就随招伊偷割手。但是添丁仔甲伊讲，做刺贼仔啥路用？这款我真无赞成，袂着展咱的本领，劫富济贫做牺牲。这就是廖添丁的心境，一直到伊过身，随机帮助人，互散车人看作神，毋过警察看作那魔神啊！一个中年死某的无依无靠，添丁仔互伊200块，一个号做刘家球，29岁就死某，还阁摇饲3个囝儿，互伊250做鼓励。一个跳港要自杀的，路边卖米糕的，卖土豆汤的，卖老苗地过3顿的，添丁仔若拄着，身躯偌济钱，嘛拢吟吟出来援助因。甲廖添丁同时代，两人相差正7岁的梁湘林，将伊册名直接号做义贼。歌册研究者施炳华、萧定春、张炳生教授，嘛认为这是廖添丁那史诗的文学价值。我细汉时就有听过五月天放送的廖添丁广播剧，到即阵剧情明，半暝困去，拢阁会影着廖添丁迄粒歹青。飞天撞地，闪烁伫梦里。在先空开的，是午夜影下。到今天呀，第4趴活零零，1910年1月16甲2月222日，台湾日日新报报道，廖添丁之亡。该地之人多有持香祷求者，以为生时凶猛，死后必为凶鬼。凡感冒及诸事病症，该往该梦前乞避，一时膜拜者，络绎不绝。真正是廖添丁伊离开人间，伊的传奇，伊劫富济贫。伊反抗的精神，甚至身后变做神明，才亲像阵香烟，一个飞就天。风雨看到，知讲是伊的魂；日头看到，讲是伊的庆；岁月看到，讲有庆；江山看到，讲地印；诗人墨客看到，000。永远活伫凡尘，反抗地心的廖添丁。